回转来到咱台湾，即马哦，猪仔是袂使杀、袂使运送，用猪肉做这业者就讲哦，禁令若5天库存是还有法度来动，要禁超过2礼拜才会受影响。遐人喺这边呢，因为菜市啊、猪店无做生意，因是改买鸡肉、鱼肉、别项肉来代替。大一点，小一点。今夜的慢慢拄卡，便看到就要流嘴汗。休困日的屏东慢慢向拄卡过，人是叉。非洲拄这禁毒5天，业者讲唔惊量少的问题。偶发事件，它不是全台在蔓延的，所以也不需要有那个多余的那个顾虑。这政府有咧管制啦，这可能进行动的啦。业者普遍拢有囤2礼拜以上的库存，禁毒超过14天才会有影响。中华这间烤肉饭直连到头一天透早就一堆人咧排队，业者讲库存会当冻5天，过来就要关店休困咯。这个问题有延烧下去的话，可能禁杀的时间更长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在怎么样？可能我们就会在配合政府的那个禁杀的状况，然后可能必须要定休。传统市场是感受到消费者的习惯有改变。20早起，高雄大陆市场的肉店拢休困，消费者改买鱼、鸡等其他肉品。有鸡肉反而发现规只鸡变较有销，总共10几只卖甲剩2只。平常就有固定的量在这里，对，是今天真的有特别人比较多，对，所以就会比较早卖完这样子。人比较多是指来买鸡肉，对，来买鸡肉的就比较多。有车是差不多有2成3成。牛肉啦，鸡肉啊，不然呢，羊肉也可以啊。因应非洲拄这禁毒，真侪人改买其他的肉品，不过嘛认为禁毒敢若5天，准讲需要补充肉品，嘛是还有其他的肉通好买，一般认为影响无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